有追開中年好聲音4嘅觀眾咧，都會留意到上一集片尾嘅時候就播出咗許志安嘅預告片，當時咧就寫住安歌之夜。咁今個星期日7號嘅夜晚8點，翡翠台咧就會播呢個安歌之夜嘅上半場。14強嘅選手咧，其實就會分成上下半場比賽。每一場咧有7位選手就會演唱許志安由90年代到千禧年代嘅經典歌曲。上下半場加埋最低分嘅3位選手咧就會入待定區。所有選手演唱完之後，評審就會退庭投票，喺待定區嗰度選其中一位淘汰。嘉賓嘅評審許志安就會化身成點唱機，決定選手們嘅出場順序。而當日嘅知音人呢，就有查小欣同埋馬天佑。有追開中年好聲音嘅觀眾朋友應該都會記得，其實除咗今次有許志安之外，以往都有類似嘅安排，包括係陳慧嫻啦同埋林子祥。不過今次許志安一出場呢，打頭陣就會同老拍檔主持車婉婉獻上一曲經典歌曲《會過去的》，真係唔少人嘅回憶殺。而今次上半場嘅歌單呢，包括有一步一生、卓又煙、世紀末煙花、陳郁培、我的天我的歌、尹景順、半天假、許雲妮、愛你、蔡密哲、爛泥同埋許美琪嘅星河感覺。今個星期日就會播嘅安歌之夜，唔知大家又期唔期待呢？鍾意呢一條片嘅，臨走前記得俾個 like 我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見。